主伫即个敬拜时刻，愿受主你的拣选，通参与伫上帝你的圣工。愿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来备办心，恳求圣神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的心清气、心安静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诚做上帝你的器具。主求你通过阮所吟的诗歌，会当安慰人的心，会当唤起人对上帝你的敬畏。也恳求天父上帝你，甲今仔日的聚会，说将即事同在。主互伊所供读的圣经，会通亲像日出的光，光那那，会通照伫人的内心，互人脱离黑暗的关系。主恳求你通过今仔日敬拜赞美刘玉成的敬拜赞美带领，会通互阮遐的姊妹用敬拜来到主你施恩座前。主愿你来到你家己施恩宝座，伫你的圣殿内，你用你的光来照阮的内心，互阮无倒闪，也互阮会通得到目睭明亮，会当看见阮家己的欠缺，也认捌上帝你的荣耀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，所有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互囝仔进入你圣殿的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因会通伫你的圣殿通得到把助。主啊，伫你的圣神的充满中间，因的生命会当得到坚强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，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甲阮三角基地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请你甲你边的人讲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。伫这个美好早晨，咱三角来敬拜，咱用着感谢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咱来唱《世界之光》。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耶稣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万国万民起来敬拜，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。天上地下起来敬拜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世界之光。上帝是咱生命的光，是咱的愿望。只要上帝进入咱的生命，黑暗就要离开，咱的生命就要得到改变。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万国万起来敬拜，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。天上地下起来敬拜，愿荣耀
利路亚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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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路亚。圣洁的光中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地下起来敬拜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世界之光，起来敬拜。在圣洁的光中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地下起来敬拜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世界之光。主啊，求你真做真光，进入咱的生命，进入咱的家庭，进入咱的教会。阿们。接下来，咱来唱在耶稣的脚前。主啊，我要用敬拜、祈祷、甲感谢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真做阮脚前的灯，真做阮路上的光。我要将一切都靠到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你真做咱的真光，进入咱的生命。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面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。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面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安心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咱做伙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安静咱的心，将咱这礼拜所有的挂虑、所有的重担、所有的烦恼，甲咱一切所需要的，拢交托伫主。主的确要听咱的祈祷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
我敬拜你，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，所有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接下最后一首，咱来唱一颗谦卑的心。咱用这首歌，叫做咱礼拜前的祈祷，求主赐予咱一颗谦卑的心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手脚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手脚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教示咱会晓谦卑来到做你的面前，放下咱一切挂虑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手脚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在这个世代，虽然咱有时会失迷，咱有时会拄到一寡无好的代志，咱会受到引诱，但是求主，互咱会使检查咱家己的心，知影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，互咱一粒谦卑的心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
敢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请咱安静心，准备来咱礼拜。我的心静静，全无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。是咱吟圣诗55首，我信全能上帝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我
徛咧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十字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得罗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荣辱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今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上徒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是咱三角来启用，启用文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，启用文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。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侮慢人的位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伊的叶也袂倒去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。阿门。即时咱搁来吟圣诗201首，圣诗201首，救主疼痛的声，请咱坐咧吟全首。
是咱三角来祈祷。天父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一礼拜中，你保守阮的平安，检在讲伫生活中有困难、有艰苦，拢主你保守甲看顾。也恳求主你，搁一摆甲你的话语临到阮每一人心内。阮知你的话语亲像光照阮，也有阮的每一人的心会当晓悟。你主你的听是何等的长阔关心。阮也知，阮定定有得罪伊，点在阮有做无好的，阮毋若干若要恳求主你赦免阮，也互阮的心会当听了主你，互阮要做代志有主你的话语临到阮，互阮逐人的心会当搁一摆来甲主你三角连。互阮有得到主你大大的福分，临到每一人心中。然后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俄罗车圣歌队。
这是咧恭喜上帝话，记载旧约圣经哈该书第1章第50甲第7节。旧约圣经哈该书第1章第50甲第7节。当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省察恁的所行，恁夜整子的罪，收成的少，恁食也袂饱，啉也袂水气焦，穿衫也袂烧。得到工钱的，用工钱下伫破空的地啊！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省察恁的所行。搁来看一位圣经，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1章第33节到36节。路加福音11章33节到36节。无人点灯下伫幽密的所在，也是伫斗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，互入来的人看见迄个光。身躯的灯就是你的目睭，你的目睭若金，就通身躯也光；你的目睭若灰，就身躯也暗。所以就谨慎，惊你内面的光是暗，设使你通身躯的拢光，无一粒暗。就要完全光，亲像灯的光细在照你，是讲到着有反省的心，咱请总牧师。所听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当心伫主的面前，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。至尊的上帝，阮自集伫你的圣殿。阮要学习生命的功课，因为你所教示阮的，阮要照安尼来行。遵照你的话来行的人，就要行伫光明的道路中。阮的人生嘛要得到主你的保守，互你欢喜，荣耀上帝，也互众人得到利益。主，阮将阮的心往你拍开，求主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也将迄个反省的能力放伫阮众人的中间，互阮无得常常犯错。也求天父上帝，互阮即个反省的心，会当知好歹，嘛会当哪来哪亲像天父上帝。阮将阮的心门往你拍开，愿主你的话就亲像光，照伫阮的内心，光哪会当照伫阮，无搁再有黑暗，无一只暗。求天父上帝对阮讲话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所要听的圣经的话，拢交伫你的手，求圣神来解说，互阮听会明白。互阮不但明白，互阮对心中欢喜，尊谈安尼来行。阮将今仔日的话交伫圣神的手中，求圣神来帮助阮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甲所有性命。阿门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一个伫咱人生中间真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反省的能力。一个无反省的能力，伊的人生一定袂进步。反省不但对社会重要，反省对基督徒嘛真重要。反省的态度、反省的行为，毋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咱家己。因为会晓反省的人，伊要得到聪明智慧，伊要改变伊做真侪做人做事的方法。更较要紧，有反省能力的基督徒，伊会哪来哪亲像天顶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信主。袂因为你的年限哪长，你就自然而然就变做哪亲像上帝。当初只有顶头生的人，有悔改反省能力的人，伊才会发现家己的欠缺，伊才会看见天顶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反省是一个咱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所听的姊妹，什么叫做反省？兄弟姊妹，就家里的囡仔有反省的能力。君主常常反省家己，小人常常反省别人。你发现真熟悉吗？有真侪人伫这个社会生活中间，若毋对，拢是别人。真少人当拄着代志有冲突的时候，伊第一个是冷静落来问讲：我拄则所讲的话，敢有颠倒？我伫人生中间所做的代志，敢有无妥当的所在？所以古早人讲。我每日3省吾身，
这是古早一个叫真出名的孔子的学生，叫做曾子。伊讲每日三省吾身，就讲我每一天常常安尼反省我家己，我来做代志，我来做人，我人生生命成长的态度到底是什么？亲爱的姊妹，圣经讲真清楚，今仔圣经中间无就是旧约新约，伊拢有讲到一句话叫做省察。省察这个字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讲将你的心放伫迄个所在。伊原文的叫做心立马，心就是放，将你的心放伫什么所在？一个人若是用伊的心放伫钱财顶悬，伊逐工为着钱财起起落落。一个人若将伊的心放伫上帝的话，伊讲上帝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省察的意思是常常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，常常用上帝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耶稣嘛是安尼讲，伊讲无人点灯放伫刀骹，放伫斗下，放伫地下室。你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迄个灯就光，无一只暗。所以上帝所予咱的话，若发光。咱的生命都无有一个角落，是一个虚假，是黑暗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兄弟姊妹注意听，注意想，一个会晓反省的父母，有反省能力甲反省态度的父母，伊的囡仔自然而然就有反省的能力。有的囡仔伊真够读册，但是伊将来拢用家己做中心，读较一册，就读伫骹只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独到有反省的能力的人，伊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才会当求真、求真实、做代志踏实实在，伊的人生嘛会因安尼来受祝福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有反省的能力，兄弟姊妹，确实是安尼。若毋是踮伫人内面的迄个圣神，无人愿意承认家己是一个做毋对代志的人。咱活伫一个无反省能力的时代，咱嘛活伫一个真欠缺反省的社会。有当时囡仔比时大人较有反省的能力，有当时人民比政治家、政客佫较有反省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国家、互咱的社会，因为有一群人因愿意常常自我反省，因会通亲像光。互人看见光，会当亲像光。古早话有一句话叫做“光呐呐”，伊讲雷公闪电死呐，雷公死呐，迄个呐呐，就是讲光啊，光到极其的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你的光要呐呐照伫人的面前。愿基督徒明白家己咱的生命，咱是一盏灯。那么伫咱的囡仔面前，时时呐呐，闪闪时时，正如你讲，呐呐照伫人的面前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反省能力的教会，因为反省要带来顶头生，反省要带来祝福的经验。一个无反省的人，伊永远无法度伫伊人生所行过的路顶悬来得到智慧。人的经验袂因为伊自然而然变做人的智慧。人的经验除了你用心去想，将你的心放伫迄个所在，放伫上帝话顶悬，你才发现讲：哎呀，我做毋对代志，我讲毋对话，我受了毋对去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你的家庭、咱的教会，第一，今仔日个金句安尼讲：我将我的话放伫恁的心。恁就吩咐你的子孙遵守来行，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兄弟姊妹，检查牧师解说，若有无适当的所在，恁感觉心插一下，不要紧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尊谈牧师的话，是尊谈上帝的话。愿上帝的话家己发光，愿圣神亲自将伊的话解说互咱听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无论有同意无。咱对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做重点。咱甲咱的天父上帝讲，主今仔日
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兄弟姊妹，省察就是这个意思。拄则牧师甲咱解释讲，省察这个字叫做心内肉，心就是英语叫做 put， 就是放伫什么所在？亲像这个圣餐的饼、圣餐的葡萄汁，来放伫圣餐的桌顶。咱若将咱的心放伫上帝的话，咱若将咱的心放伫圣神的手中，圣神要解说人情世事互咱听。咱伫这个世间人情世事，有当时咱听袂清楚，因为父母嘛讲袂清楚，老师嘛讲袂清楚，国家嘛讲袂清楚。今日电视新闻报几年啊？但是这个消息，甲无台湾人真清楚知影讲，咱台湾拄着心中的情境。兄弟姊妹，独独一个会晓安静的人，将伊的心放伫真理的顶端，伊就有判断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这是咱的责任。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话记载伫路加第11章36节，伊讲基督徒就爱做世间的光，亲像灯的光，哪在照？灯台互人创造出来，是为着要光照黑暗。基督徒受呼召、受感动、受邀请，是要做耶稣的学生，行伫这个世间的道路中，用生命来讲是就是，毋是就毋是。兄弟姊妹，用这句话为你家己祈祷。路加11章36节，足水的话，其实我来讲那，咱可能真侪人真正毋知影讲迄那到底是那安怎的，对无？雷公死那，迄个那就是这个字啦。咱真少想讲台湾靠遮水的话，这古早话今仔来讲，我听咱的囡仔有人听无。但是耶稣讲，恁的灯、恁的目睭若金，恁的活命就光，无一只暗。然后上帝话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伫你的心内的角落，无一只的所在是黑暗的，完全无都躲闪上帝光伫你的内底。讲一招，免人解说，你就知影对甲毋对。迄是圣神的功能。一个人的心若真正有谦卑，伊按上帝的话，伊自然而然，伊就知是非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伫恁的囡仔面前，光那，阿免嘛。兄弟姊妹，做父母是爱安尼做，愿恁伫恁的囡仔面前头壳举起来，愿恁伫恁的囡仔面前。你的囡仔看到恁，就亲像看到上帝同款，遐尼荣耀光那，咱未看得，但是这是上帝的应允，要互咱亲像光灯，将画面的真道表明出来，就完巧培育的时代。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水互恁的囡仔看，恁荣耀互恁的囡仔看，囡仔较好读册，囡仔较好趁钱。无一定伫咱的面前应该放肆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就亲像光灯点伫恁的家庭中间，无一只暗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我要甲咱做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求上天父上帝赏赐咱有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的态度。一个人若无谦卑，永远欠过批判家己。因为伊拢检讨别人，若毋对，拢别人毋对。我看过一寡家庭有一寡囡仔，伊永远怪伊的父母对伊无够好，欺负处理。或者你毋免担心，嘛毋免艰苦心。主要帮助你的囡仔，帮助你，互恁伫你的囡仔面前光那，因带你的囡仔为你的囡仔祈祷，上帝的圣神来进入伊的内底。伊才知影讲，做人的本分、做人的态度，甲做人应该有的方式是什么？反省就是反省家己，我是毋是亲像一个人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自我批判是一个足要紧的功课。其实基督教的圣经本身就是一个灯，伊就是咧教这个信仰团体的人有自我反省、谦卑、自我批判的能力的人。你伫前教会啦，看迄间教会讲话真夸口、真捧风，你就知影讲，迄个教会其实犹阁无真正捌耶稣基督。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自我批判是一个最要紧的话。伫圣经中间，伊所讲的自我批判这个字，就是自我的反省啦。criticism 就是讲，伊对伊家己所做，伊有判断的能力，有充足的智慧，伊知影对毋对，好毋好。什么原因伊会当安尼？两个，第一，因为伊有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前的光。第二，伊有上帝的灵伫伊内底。若毋是踮伫咱内底的性情，无人会当承认讲，我是一个见笑含慢，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，我的态度毋对。关主的圣性，对头一日，你呼叫主耶稣讲，主啊，你做我的主，对迄日到永远，这个圣性甲你三甲伫地。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圣性伫你的家庭中间帮助你。拄则牧师解说讲，省察这个字，伫今仔日这段旧约合解书，这个省察伊原文的意思叫做 sim leba，sim 这个字就是 put on the table， 就是放伫迄个桌顶。你爱将这个话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。sim leba 这个字就是 leb， 就是人的心啦，放伫你的思想，放伫你的感情情绪。和上帝的话对你讲话，就亲像今仔日这个金句讲，你着将我讲的话放伫你的心内。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所讲的话，记载伫申命记。申命记的意思就是我所讲的每一句命令的话。申命记伊的意思，上帝所讲的话，上帝的囝子都爱将伊放伫内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主的圣神将伊的话，搁一摆讲互咱听。主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讲牧师所讲无对的话，讲牧师解说了无清楚的所在。主的圣神插你的心，互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通过今仔日的话，发现伫你的生命中间有重大的所在。你若发现你有重大，就是表示你开始要进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伊的面前学习反省。反省毋是一个对别人的，反省是看家己。所以，反省毋是看到一个人你真讨厌，你就用足歹听的话甲伊挑剔。你真无法度用阮伊的存在，甲伊侮辱，看轻伊无完全的所在。反省毋是安尼。真正反省是看家己，毋是看别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为着会当亲像你，因为我的主耶稣有讲，恁着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完全。恁着圣洁，因为恁的上帝是圣洁的。顶礼拜咱学习反省一个功课，叫做圣洁的功课。这礼拜咱反省这个反省的功课到底是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伫这个信仰、这个年纪的中间，你有发现你的生命改变了吗？或者你有感觉？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伫这个上帝的面前，这段年日，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你若发现袂到，你要甲上帝祷告，主啊帮助我，彻底上会改变。因为对耶稣的人最大的快乐，就是互人看见你的生命中间，你已经无气质。你因为耶稣的缘故，你的生命改变。主啊帮助我，互我毋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你的荣耀，为着你的荣耀。孔子讲：君子求自己，小人求自人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君子是一个有品格的人，伊是会晓反省家己的人。迄个品格较弱的人，伊敢若会晓责备别人。那所有一切毋对，拢别人毋对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你，对今仔日开始有谦卑的态度，有反省的能力。人，你甲人指责的时候，人讲，这个人伊的生命中有一种真水的气质。当拄着冲突的时候，伊无一个出嘴就讲骂，伊嘛无一个出嘴就讲你毋对。古早咱看到若出车祸吼。一来一定是先大声的人赢，对不？
但今仔日你发现咱台湾渐渐毋是安尼啊。今仔出了车祸落来，会问讲啊，你有要紧无？会慢慢好好讲。社会会改变，只要一个社会若有好的时代，有一个好的文明，有一个好的真理，有一个好的宗教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台湾，咱的囡仔将来有亲像这个叫做君子求诸己，就是伊要反省家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一个有能力的许大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我都拜托你改变你的囡仔，你唔通自责，嘛唔通放弃对你的囡仔，为伊祈祷。因为人的改变本地就是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的改变本地都唔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但是若有一日，真正上帝的光照伫人的内底，迄个人唔免勉强。伊就家己自我选择讲，我要选择一个更较有价值的活命。主帮助咱，一个会晓检讨家己的人，是一个这个社会中间受人尊敬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讲主的学生曾子，伊讲吾日三省吾身，毋是讲三摆尔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每一日拢常常安尼反省我家己，我做代志有忠实的心无？我做人有信实的态度无？我嘴咧教人，啊，我家己敢有学着这个教示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一个牧师若敢若要责备会友，生活若讲话袂出来。你想，这个牧师伫一间教会有才调多偌久？兄弟姊妹，你做你的囡仔是大，毋是大人，好对，你做你的囡仔是大人。你会当做偌久？用牧师当然是一世人啊。但是你的囡仔，伫你的背后安怎讲你？我的爸爸妈妈伫教会的时阵是一个足敬虔的基督徒，但是倒来到厝里，完全甲伫教会无共款。哦 ，no！ 愿上帝祝福恁，你的囡仔讲，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，真正因真正足亲像圣经内底咧讲的耶稣。上帝祝福咱，兄弟姊妹。反省是一个改变的开始，反省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开始，反省是一个祝福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圣经中间所咧讲的反省，毋是一个足肤浅的态度，甲足肤浅的清清彩彩的一个情绪，毋是。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反省，就是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伫上帝的面前，互上帝光照你，无多闪。你若现迄个水甲我挂掀起来，你就发现真侪胶纸呐，袂见光就世界全世界闪。一个犯罪的人伫上帝光照的下面，常常嘛有这种惊吓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都来到主的面前反省、更新、向善，毋是干那反省尔，改变。往啥？向日葵就是往光、往上帝的日头。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自我的批判反省，伫希腊语安尼写，英语叫做 auto-criticism， 意思就是自我 self， 会晓你家己反省家己，毋免老师讲，毋免父母讲，毋免别人讲，毋免人讲，我就知影讲应该做甚物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中间有圣神所带来。上帝圣神甲恁三甲伫地，互咱的生命中间对上帝的话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。主要伫今仔日这三句话，你到底要讲啥物功课互我听？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旧约、新约甲金句内底，三句话讲三项代志。第一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毋通有破空、破起来的所在。今仔日旧约讲，你趁钱济，但是留袂掉、收袂掉。你无用试试，但是无留到半项物件，为什么？伊讲因为你落地啊破空啦，兄弟姊妹，这句话咧提醒基督徒毋通生命有破空的所在。鸡龟啊，若一支针小可插起来，迄粒鸡龟啊就直直消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旧约中间第一，咱伫主的面前下手祈祷讲，主改变我。互我生命无有迄种隐藏的恶，
互我的生命无迄个稳重的歹邪恶，主啊，保守我的生命无破空的所在。第二，伫耶稣所讲的这个新约的中间，第一就是讲，你目睭若金，你的生命就光。不但光，因为你要互人看见光，哪得照？放伫你个灯台顶，关掉你个厝顶灯这个日光灯，一拍开了，规内底拢光，主帮助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为着家己祈祷讲，耶稣讲，人点灯是下伫，无人是伫灯台顶，要互入来的人看见迄个光。兄弟姊妹，人点灯下伫灯台顶，互入来的人看见光。德堂教会会友，上帝甲恁组织这个，上帝甲咱放伫这个所在，你甲我，要互入来的人看到，这间教会心守真正有耶稣的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为着咱的生命祈祷讲，主，互我哪得照，互我发光。伫我的家庭、伫教会、伫社会中间，主帮助咱。伊讲：你的目睭就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就是身躯的灯。你的目睭若金，通身躯也光；你的目睭若灰，你的身躯就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话放伫咱的心内，警醒咱家己。咱甲主讲：主帮助我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要邀请咱甲圣神讲。主啊，亲爱圣神，求你加持我明白反省，会当带互我人生什么种的祝福。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，伊的生命中间有什么种的改变？我要甲咱分享3项反省带互你我咱的家庭甲教会足要紧的改变。3项就是互咱看见咱的生命中间什么所在插着灯啊。咱若开车出去倒来。隔顿天光起来，你发现车轮无风，你第一个想到是想啥？我一定昨开车去校着铁灯对吧？经管方管的去车行，叫车行甲你询看卖，到底什么所在？生命上惊就是有破空，因为咱的生命若有破壳的所在，安怎承受上帝恩典都留袂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。反省的能力最重要，就是互咱的目睭无受压榨，互咱的目睭无受压榨，互咱的目睭金，像着灯台光亮。第三，一个反省的能力的人，伊的心内常常敬畏上帝，尊敬上帝的话。上帝你的话怎样讲？我不打折，我无打折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伊尊上帝的话做伊的祝福。上帝话比芳芳的蜜更加甘甜，比黄金更加宝贝。因为上帝话本身会带来能力、智慧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帮助我的生命中间，互我谨慎看。有真侪时阵咱看袂了解，是无？你免屈准，因为咱就是人，人拢看表面的。咱做判断的时阵，若无眼见为凭，咱唔敢相信。这是人的有限性。人无都看到迄个无限的，人无都看到久长的，人无都看到将来，人嘛无都看到伊家己目前所拄着迄个危险。独只有上帝的圣神若开人的目睭，上帝就互你知讲，交囡仔，你细日哦，你唔通目睭闭无金，我伫顶悬咧看呢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目睭金，互咱会当判断，用什么做判断？用上帝的话做判断。上帝怎样讲，咱就怎样做，因为伊的话要做你脚前的灯，做你路上的光。像今仔日的圣歌对所吟的这段时光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的囡仔要去读册，你家翻手伫个头壳顶，你家翻手伫个心内。注重伊的话，就是智慧的话，放伫你的内心，这你的囡仔一定会受祝福。因为祝福这个话，伫圣经原本的意思，就是讲好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
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这是今仔日圣经的话啊。上帝家己讲的话，伊讲：恁着省察恁的所行，你着省察恁的行为，省察恁的性命，甚至省察你的内心的心思意念。你的动机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好的念头，有上帝以良善的灵点伫恁的内心，求天父上帝。新约耶稣所讲的这个省察，伫路加福音11章35节，中文合本和本中文的翻译是讲恁着省察，但是原文伊白话字翻做恁着谨慎，迄个看是我加起的，意思就是谨慎看，恁着谨慎，看恁的生命中间行了恁生活伫白贼虚假扭曲的内底。行了你内面有黑暗，行了你内面有垃圾，行了你内面有弯曲背逆，迄个无好的动机甲念头。一个动机若开始，你马上爱知影好歹，你爱甲伊动。你的内面有一个动机是毋对的，你一定爱甲动讲。这个念头离开我无用这个念头继续伫我的内面搅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，有这种的智慧教你的囡仔，甲你的囡仔讲，孩子。你说错了，今天爸母欠亏甲囡仔讲实在话，有当时讲的话相当，毋是实在话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，真侪有爸母的权柄，因为上帝设立伊的囡仔，设立爸母做囡仔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你的家庭中间，上帝赏赐能力、智慧、权柄，互你带你的囡仔。对看袂清楚的中间，重新得到清楚。主赏赐你能力，奉主的名，甲伊讲实在话，不要一昧的讨好你的囡仔，不要一昧讨好你的囡仔。都爱伫你的囡仔行入十字路口的时阵，会晓伫甲伊牵倒来，互伊对上帝来行。你的囡仔才会当看到真正真相，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，兄弟姊妹。信仰是帮助咱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，都是伫圣神的帮助中间，咱目睭金，咱看会清楚知影，心是好歹、水歹。顶礼拜牧师甲咱提醒讲，不要再做小丑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来做一个圣洁尊贵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所听兄弟姊妹。第二项，反省的人，伊看到家己生命中间若有无妥当的所在，伊会晓得。去补破网，咱有一条台湾的民谣叫做补破网，兄弟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上要紧的功课嘛，就是补破网。什么人先甲咱补？主耶稣基督。当咱伫人生中间，要毋知通回头，要袂晓的时阵，咱的主耶稣伊亲自来到咱的人生中间。当咱无能力为着咱的人生做补破网的事，咱的主耶稣要为着你。做这个工作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愿这种的咒诅离开你的家庭，愿这种的遗憾离开你的人生。今仔圣经讲，你夜种的多，收成的少；你食的食袂饱，你啉的啉袂止渴，你穿衫嘛穿袂少，你得着工钱，用工钱放伫什么所在？破空的工地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听的姊妹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既然入你的库房，无一项浪费。求天父上帝祝福你的人生，互伊会保守家己三角之地。求天父上帝，互你有这种反省的能力。反省最大的能力就是破口防毒，未雨绸缪。就是你知影叫毋对啊，你已经知影危险嘛，毋通阁戆戆啊出去啊。你若知影有危险嘛，你就毋通阁迄个所在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。反省就是知影讲，对经验中间学到教训。所以有一句历史学家所讲足水的话，讲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袂晓伫历史的教训中间学到教训。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叫做江大卫，一个人叫做杜威博士。伊讲人毋是对经验学到智慧。人是对经验的反省学到智慧，有啥物差别呢？人戆戆的经验就是世人，但是伊无一定
有智慧，因为从来毋捌想讲为什么安尼。人爱伫你的经验中间有反省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杜威博士伊讲，人是伫经验的中间反省讲，为什么我今仔日甲安尼？我较比别人较拍拼，但是较比别人较歹命。兄弟，无一定。咱对这个经验的中间，咱看到歹命是一个角度啊。就亲像总算常常讲，我若无小儿麻痹，我就无一定会信耶稣啊。兄弟姊妹，人生中间有当时苦难是一个机会啊。咱伫反省的中间，若有圣神帮助，咱要看见。伊讲，你的目睭就是你身躯的灯。你的目睭若金，换手祈祷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开我目睭，互我无看世间；主开我目睭，互我独独看到我一世人毋捌看到。上帝你家己的荣耀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心，互咱伫伊的面前受祝福。主帮助。苏格拉底讲，一个袂晓反省的生命是一个无价值的生命。一个生命若是一个袂晓反省，迄种的人生是无价值的人生。恁捌听过一句话叫做“黄金落火炉”？恁捌听过无？纯金不怕火炼，对无？兄弟姊妹，愈锻炼愈检验，人的品格哪来哪成熟？你内底生命迄种的破空、迄个黑暗、迄个邪恶，就渐渐减少，咱的生命就哪来哪真善美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赏赐我这种反省，这三项的能力。第三项的能力是什么？就是对犯错的过程中间悔改，学着假是后摆唔通去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人类会当进步，科学会当进步，拢常常伫错误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路，对无？做实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，这个验几啊千摆万摆，伊才找到某一项物件的配方，这个配方是有路用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你的经验中间，通过主耶稣的怜悯、圣神的帮助，进步。因为进步就是创新的开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拄则我甲咱讲拄话。伊讲，人毋是对经验中间来成长的，人毋是对经验的中间自然而然伊会当大人，毋是。人是对经验的反省的中间，伊知影讲毋通去行这种路，后摆若拄着这种的路毋通行，因为稳惨的。主帮助咱，对咱的人生的经验中间有反省的能力。主赏赐咱，主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。兄弟姊妹爱敬畏上帝的话，亲像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的话，亲像敬畏上帝家己本身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你会记得牧师常常爱甲恁读分享的以赛亚11章第2节、第3节有无？当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底言啊，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策略的灵，有能力的灵，有才华的灵，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兄弟姊妹，相信若踮伫你内底，你有这种的能力，有这种的判断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。主，我的生命要亲像灯，光亮亮发光，太水了。但我读到这个话，其实我真正读无讲，为什么巴克的牧师甲伊翻译做娜娜？后来我一直Google，我将这个话放伫Google顶，我问讲，台湾话这个娜娜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？后来伊就比估一个，伊讲雷公死啦我忽然就了解讲，原来阮较早老一辈咧甲因讲雷公死哪有无？死一个哪？伊若光就走出来。主帮助咱的生命是光亮亮的照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的人生，上帝祝福你，主耶稣将伊的光放伫你的内底，因为耶稣讲，我是世间的光。那踮伫我的内面，人就无生活伫黑暗中。兄弟。邀请这个主耶稣活伫你的人生中，好不好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互主耶稣的光伫咱的教会，好不好？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无空空。每一个有感动的人，拢伫主的面前决定，我要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我要活伫光明的中间。主想使我改变，互我的发光。伊讲人点灯下伫灯台顶是安那，要互入来的人看见迄个光。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伫你的家庭中间是发光的父母，你的囡仔因为你的信仰，因对互你失望，变做互你恩望。原本是互咱失望的囡仔，该带倒来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要互这个囡仔重新成做一个有恩望的囡仔。上帝祝福咱的人生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兄弟姊妹，安静想今仔日个圣经，你甲主讨，主我伫啥物所在需要反省？所以我的人生中间有啥物无妥当的所在？主，愿我成做世间的光，愿我成做你放伫地堂教会的光。主，我是为着要将你的光表明出来。这就是保罗所讲，伫弯巧背极的世代，做上帝无下厨的囝子。伫弯巧背极的世代，今仔日台湾有的政党真正是无反省的能力。如果你若拄超拄较毋是迄个政党的人，愿上帝互你成做迄个政党的祝福，你改变迄个政党。咱拢有权利选择咱要做什么种的人，但是上帝设立咱有反省的能力。上帝互台湾有一群真有反省能力的少年人。3年前的太阳花，去年的青鸟，拢毋是宗教团体，毋是政治团体，因站出来讲，阮感觉安尼毋对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赏赐这个社会，因为有真理，有反省。我相信台湾是安尼，所以我袂惊，因为我相信咱的囡仔已经当大人。咱同时来祈祷。真理的上帝，宇宙的光，你是我一生所渴慕。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有最最的愚公软者，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阮，互阮日日新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变。直到有一日，阮哪来哪亲像你？主祝福阮在座的兄弟姊妹，互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听到责备，互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是因为圣神的同在，因有一种受邀请、受鼓励，对家己的生命要哪哪讲究，迄种的欢喜。主你互阮做许大人会管，会当为着阮的家庭来发光。主阮伫你的面前。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内心，恳求上帝点灯，点到阮生命的光灯，互阮的光灯永远倒地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咱同心来吟圣诗215首，咱来准备守圣餐。耶稣辛苦替咱定死，白表传授我表真理，不会老错，为救学生，破得昂家来来了主你受难，原地安稳，我感谢拯救大恩，愿主忍耐，垂表关心，善愿听你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角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，我要入伊就近因，甲因食，因也要甲我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，甲恁三角伫地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所记载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传授互恁。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，有安尼提饼祝谢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逐摆恁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亲爱的，这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照你的教示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，阮伫礼拜中邀请你来到阮中间，因为这是阮礼拜中间上神圣的礼仪。就是我要强守主耶稣你所留予阮生命的祝福，因为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悬，你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。你嘛伫十字架顶悬流出你的宝血，甲阮讲，成了，所有一切罪拢得赦免。主耶稣，你用这个宝血设立了新约，互人伫你的内面才做新创造的人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。临到伫阮中间，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，你互阮对你的手中亲自领受这个饼甲葡萄汁，主你也设立阮真做一个发光的灯台，光哪照伫这个黑暗的世代。主求你不但收拾阮饼甲葡萄汁，阁收拾你各我的圣神，通过今仔日的圣餐，互每一个你的囝儿拢领受各我的圣神伫阮的内底所带来。圣神的洗礼甲顶头生的官兵，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虽然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来请坛中圣长老甲
这个手机长老来通饼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伫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咱来领受伊所赏赐咱活命的真饼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，阮虽然未看得，但是你听阮教训。主耶稣，阮虽然未看得，但是你为着阮牺牲流血，钉死伫十字架顶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来请英宏长老甲书记长老来旁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，恁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用感谢的心来祈祷，主耶稣将伊的宝血赏赐予咱，予咱的生命成做新创造的活命。主讲这就是新约，今老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做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咱要行安尼纪念伊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，阮虽然未看得，但是你恩典极大，你流出宝血，洗清阮的活命，互阮伫你的面前甲上帝重新和好，使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像活命同好，
庆出伫阮的心中，运行掌管。主耶稣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你的会所设立的。我们行安尼纪念你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敢有人无捧着圣餐的杯？主讲，这个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全能的上帝，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圣餐，食做阮灵魂的食物，也互阮伫圣神的帮助中间明白你长阔关心的疼，互阮通过耶稣基督结连成做你国度的后裔，忠实的信徒。主阮上帝，阮伫你面前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交托你的事。求主你接纳阮，搁用你的慈悲来扶持帮助，互阮通持续甲你有圣洁的交通。对打了后，亲像光灯台点伫你众人世间的面前，通荣耀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准备奉献，感谢上帝。这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请安，愿主耶稣会听甲咱三甲地地。
生中，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脱离黑暗的，真是光光明国度。我耶稣听你话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的听，特基宝贝，不但是当满足阮的情绪，你的听是医治，你的听是安慰，你的听嘛是气力，互阮伫绝望的中间，会通有能力，通活出来喜乐的人生。主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中间真侪人需要主耶稣你的扶持，无论是身躯欠安，无论是心神看路。无论是年纪加添身躯软弱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祝福伫每一个需要你的囝儿查某囝，用你家己的灵，甲你的慈爱，带阮进入光明国度。阮伫你面前用这条诗歌做阮的祈祷，也互相请安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互相请安，咱行平安礼吼，咱。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；来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。渐渐感明国度，哦，耶稣听你话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来为着世日的人来祈祷。咱做伙来祈祷吼，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假使今仔生日的人拢无出席，咱来为着因来祈祷吼。主啊，为着崔恩，为着嘉伦，为着秀月节，为着苏迪，为着借话祷告。主，你是阮的活命的主，阮的活命是你所想事。主，伫每一摆阮生日的时，阮拢纪念你的慈爱，甲主你的恩典。阮特别为着这生日的人来恳求你，伫新的一年，求天父上帝赏赐因生命的快乐，主你的灵进入因的内心，互因的心欢喜、心快乐、足体安然徛起。耶和华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主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奉耶稣的性命来祝福因。新的一年，互你的灵改变因的生命，互因的生命得到上帝你的恩惠。那见证上帝你所赏赐福杯满溢的人生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的赏赐因智慧，通做你好的管家，伫主你所交代因的工作顶悬，通互你的名得到高举。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吼，请师会来报告。是我来报告，顶主聚会咱家己看。本节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教堂的，拜三祈祷会8点伫教堂甲线上，拜六查经班9点伫线上，甲7点半拢伫线上。
圣诞的福赛，咱下礼拜四会请张雅慧姊妹、领诗陈华、姚雅丽甲周芳慧姊妹、司琴请陈美秀执事，诗人甲招待是傅美惠、李美惠、李淑清、林丽梅姊妹。爱餐咱请陈英宏长老。新安宫的读经表，咱请咧继续灵修。基地交通第一主日爱餐后调回5月份的中秋会，请中集出席。第二下主日是妇女主日，请妇女预备心，同齐服侍上帝，荣耀主的名。第三5月24日礼拜六，本会伫上午9点伫丰益球场举行本年会教会运动会。欢迎邀请亲朋好友参加，8点50准时集合。第四，女北团契长辈张占清真阿嬷伫困梦中安歇主怀，享年92岁。5月17日12点，伫台北怀爱馆景永楼1楼至真3厅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为家属代祷，伫疼甲往梦中告别。第5，请为所有女外兄弟健康甲生活祈祷，求主保守大家身灵拢健康，耶和华伊的恩上加恩。第6，请为生日来代祷。方言报告若有毋对，请往过继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第1，请为身心欠安的兄弟来代祷，以及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2，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课业甲升学的考试来祈祷。第3，为新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5，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来代祷。第5，为姊妹教会来代祷福利以及一刀课大海啊。是咱来吟上行圣诗509首。上行圣诗509首，俄勒天地万福本愿，今时刷车装无事足倒。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，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撒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当避讳。